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箴言第20章第1節至30節，主題係避免爭鬥，不傳閒話。箴言書第20章指出，懶惰會使人變成貧窮，勤力嘅人就能吃得飽足。人雖然有好多打算，但最後能夠成就事情嘅，都係要靠上主。另外，唔誠實用量器係上帝討厭嘅。孩子嘅行為能夠睇出佢嘅本性，聰明人懂得觀察同說話慎言，避免捲入紛爭，亦唔會做愚蠢嘅事。人嘅心思計謀好深，唔係每個人都能夠睇透，唯有智慧人先能夠明白。人嘅一生道路係上主安排嘅，我哋自己都時時搞唔清楚前面嘅路。最後，作者提醒讀者，隨便許願會害到自己，替人作保亦可能會欠債。適當嘅責備同埋管教，能夠去除壞嘅習慣，亦能夠俾人嘅心變得更加正直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箴言第20章強調，人嘅一生道路係上主安排嘅，我哋自己都時時搞唔清楚前面嘅路。咁你喺做行動決策之前，有冇依靠上主嘅帶領，抑或經常自以為是去決定呢？